歡迎嚟到 channel 嘅第5集啦，亦都係浩巴勇闖歐洲呢個系列嘅第3集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 channel，當 channel 嘅 subscribe 人數達至50個以上，我就可以喺 YouTube 開 live 㗎啦。翻嚟正題，上集講到浩巴隊喺32強僅以2個 IMP 小勝 Just Jump 隊，喺16強將會遇上更強嘅 Overdeck 藍隊。首先等我介紹下佢哋隊長 John Overdeck。根據網上資料顯示，John Overdeck 擁有超過80億美元身家，喺福布斯富豪榜排行前500，現時管理嘅資產超過600億美元。同時佢亦都係一位橋牌愛好者，呢個亦都離唔開佢細個就好鍾意數學。佢曾經喺16歲嘅時候就喺國際奧林匹克數贏得1面銀牌。跟住就介紹下佢揾嚟嘅2位主將，第一位係嚟自意大利嘅 Mano。如果有睇我上一段片橋牌界5大男神，相信你都唔會對呢位排名第2位嘅男神感到陌生。佢係意大利國家隊成員，喺2023年幫意大利贏得百慕達杯嘅銅牌。第2位係嚟自葡萄牙嘅 Palmer， 喺每年嘅 NABC 有俗稱3大金杯，分別係 Vanderbilt、Spingo 同埋 Rassina， 其中 Rassina 係 Box and Match 形式，被視為世界上最難打嘅賽事。Palmer 正係 Rassina 賽事嘅新科冠軍。16強同樣係4節嘅賽事，第一節將會喺 BBO 全球轉播。面對如此強勁嘅對手，香港浩巴隊又會點樣去迎戰呢？ Board 3，假設你係我坐喺西家，叫牌過程如下：1黑表示最少4隻 spade， 1 spade 表示3隻 spade， 4黑表示5高花，最後我哋打4 spade。經過一輪掙扎，叫過牌嘅筆家卒之攻紅心 A。你係咪已經熱好身，準備打4 spade？ 去到呢個時候，筆家回出 spade 5，我哋應該點打？當梅花 King 食到之後，我知道合約應該 make 咗啦。繼續睇埋我點樣食到10檔。其實呢手牌我有3點想講。第一，我哋 system 嘅設計令到我哋嘅莊位有利。另一台由東家主打 four spade， 南家手工 diamond 嗰刻開始已經 down one。第二，既然我下一動諗住打梅花 King， 我應該係守城向台打梅花 King。第三，筆家呢個時候應該用梅花 A 食住再回梅花，跟住我可以 set up diamond queen wolf 個黑，但係我唔可以翻返去 dummy draw trump， 最終南家 spade 10會食到1動。呢度想講實戰中主打同防守其實都非常之困難。嚟緊幾副牌主要都係叫牌嚟分勝負。Board 5，我哋嗰台開叫2梅花，表示最少5 4雙高花。好快我哋就叫到4紅心。另一台叫牌相對自然，東家開叫1 spade， 之後再叫4黑。喺南家叫出5 diamond後，東家唔敢 pass 叫到5黑，結果 down one。Board 9，我哋對手叫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小門罐，只需要 diamond 3-2 break， 又或者 diamond 4-1 break， 但係 club 係非中牌嘅。但係實戰 diamond 係最差嘅5-0 break， 且睇下莊家點樣處理。莊家發現 diamond 5-0逼之後，只能夠打個 trump coup。trump coup 喺橋牌裏邊係一個高深嘅主打技巧，目的係將西家5張黃牌嘅贏墩控制為1個。實戰中，莊家打出梅花 A 嘅時候，我陷入長考。如果莊家得2隻梅花，呢個時候我黃吃，佢就會超黃吃，看似蝕咗1動。但係莊家如果冇紅心 jack 嘅話，佢贏動都唔夠12個。反之，如果佢有3隻梅花嘅話，呢個時候我必須黃吃，否則佢黃鋪將會實行成功。
實戰中我攞出階磚黃吃，莊家承認到一。另一台東西家積極嘅叫牌令到南北冇再試 slam， 停咗喺3無黃。波10，我知道4黑非常接近壁，所以我搶先叫定4 spade，逼對手估佢哋叫唔叫5黑。呢一個戰術就好似 poker 裏邊嘅 semi bluff。另一台叫牌相對冇咁激烈，東西最後停喺4 spade down one。波11，幸運之神再次喺我哋呢一邊，4 spade 同埋3 low trump 都係好合約，但係實際分佈 spade 係5-1 break，所以4 spade down one， 3 low trump up one。經過4節嘅比拼之後，好巴隊卒之以153.4比76戰勝 Overdead 隊，昂然進入8強。而我哋8強嘅對手將會由挪威傳奇 Helgamo 帶領嘅 Die Button 隊。同日亦爆出咗一個小冷門，頭號種子 Zimmerman 出局。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拜拜。